说他们庙方会把它统一关子岭火山碧云寺的旁边的天公庙天公庙这个点香的炉它是天然瓦斯哎，那里附近有水火同源你看有天然瓦斯哎，还有晚上观庙人在吸那个瓦斯天公庙在火山碧云寺的旁边。这是碧云寺的天公庙，好多都点联了，好多对联。碧云寺已经300多年了，康熙年间1701年开始，现在2016年了。